下水。我做工作录音的品质足歹，音质足歹，可能是不知是不是啊？唔知啦，不管。好，来，继续咱读无了哈，甲读到了。1年7月28号，吼，拜四读到中午迄只，我看嘛，关系到处地金州东油的状况，阮伫顶一个季节，巴达利亚的国下一再报告，看起来已经发生一寡作用。因为全规的总督国下，若甲即个代志经过迄只旁船的准主，各2摆拒绝各伊要来处理的申请，但是最后因为伊继续不断要求。就总算温存以来，对即件事吼，若是事实当看出讲，就算迄只马利亚号袂当来航抵巴达利亚，上述巴达利亚的国辖，嘛有可能已经被阮恳切的书信所结内吼，将派大军来援助阮解围，并且来改善处理的状况，完成的测试因安尼来派大军来。此外，伊有阁讲，今年有一只旁船对广州去到柔佛吼，也有一只对厦门去遐，阁做对遐去暹罗、柬埔寨甲印度旁船所经由的所在去交易，但是拢无旁船去巴达利亚。这个注脚就看一下。我先等我看。这只旁船经过几礼拜前就已经来到佛罗伦萨附近，但是被这个真大影的天气甲强烈的北风飘往马考附近的岛屿，若无因这蛇航行4-5礼拜就会当完成咯。看无够有咧，好，继续读啦，不管了。顶一个北方季节对处队派去巴达利亚的船只，除了快艇 The Gross 号以外，其他的船只拢已经顺利到位咯。这只快艇 The Gross 号甲中国的万德林国下所坐的，万德林国下的都有注脚所坐的Dolphin 号，做伴伫今年2月28号同齐航离开台湾遮去到江南的沿海，就是江巴因为天气无好，伫咧夜间飘离失线。迄只Dolphin号已经伫23号，或者是24号到巴达利亚。即寡人离开的时阵，迄只The Gross号还未去到巴达利亚。迄时，约莫已经伫2个月，因此阮烦恼讲该船是已经遭遇不测。大船Inclusion 号也未对暹罗去到巴达利亚，这只船因为对处地较晚出航，所以虽然也未去到巴达利亚，也无感觉奇怪。以上是因所讲的话。因为拄则讲迄个 The Gross 号含中国的万德林国下所坐Dolphin号，万德林国下是1643年前后就已经官拜队长，1655年以校校官阶，参与真侪战役，包括着征讨哥伦布的战役，1660年7月16号伊坐Dolphin号，伊出征台湾甲马考的马考的澳门的战舰司令官
自巴达利亚出航，这只舰舰伫1661年2月28号离开台湾沿岸，1667年，以归国军队的司令官登去荷兰。好，即寡新仔人来厝地起山，听着讲国姓爷用武力拍入厝地的时阵，大戆领。但是呢，当因听着讲因必须要前往敌人迄边的时阵，更加是悲伤不已。阮必须命令因去迄边，因为阮无所在通好收容因，而且阮有相当的人数。因的同胞吼，即寡人伫阮被攻城或者是其他攻击的时阵，可能会趁机会来乱造反，互阮的无用吼，互阮的真无用。对此，阮现在一直提起因大部分真好的工作，提起啦吼，除去吼，除就是除去吼。这是口考差啦吼，当然在读读啦吼。这口考差没查到诶。刚一定是读这个音名吼。老师都有修口考差吼，除将就 Q 吼，除专就 Q 嘛吼，除就是我拄则阮的口考吼，除吼，除去吼。对此呢，阮现在一直除去因大部分真好的工作，但是即寡人因为因毋是罪犯，袂当。甲因像锁链甲禁锢起来，袂当适当来安排，因为因行动自如，袂当有效监控吼。以后若是顽固起来，或者是自大起来，可能会去危险，造成对阮的不利。此外，即寡人也增加阮真侪无路用的食客吼，加几啊鸡喙咧食饭吼，因此决定只互迄个准主。这个人上可能被国姓爷认为是责任者来遭受痛苦，以及迄两个马来西亚少年人留踮咧厝地，就是即只船长甲马来西亚少年人留踮咧厝地啦，其他人吼送去地形宫迄边啦吼。其他所有即寡人，伫咧因食饱了后，拢伫咧要暗仔派人引带因去到。挖过迄个碉堡的所在，对遐指引因前往洋条，或者是去因家己想要去的所在。阮搁再一次甲这个决定详细甲因讲了后，因就真伤心，痛哭哀求讲，请允准因留踮咧厝地担任任何的工作，就算因一工只敢若当食一顿嘛，愿意留踮咧遮，因为因。一到国姓爷遐，就一定会互伊处死，因此一定非去国姓爷遐不可。因宁可死伫阮的手下吼，手下嘛毋肯去啊。阮着举真侪理由，试咧互因莫担心即寡为难，至少爱因相信国姓爷对因家己人袂遐尔残忍。但是劝说无效，因此出自同情人民。决定伫确保安全之下，要伫咧顶站社保，整理出一间小房间吼，互即寡新仔人住做伙。同时决定要来调查，甚至有一寡部落用残废的新仔人或者是福尔摩沙人，会当来代替因被释放出去。因为阮无希望听到或者是看到讲，阮甲即寡看线人赶走。互因去被处死，因为因是善意前来阮遮，啊
安尼决定嘛会互即寡人对尊贵公司感激不尽吼。阮的小船对北线好，一转来就随看着讲对迄个市镇后面有一只载着真侪人的即个科仔船也航往遐，去遐来看花，就安尼迄只篷船甲船顶的货物一直留伫遐的其他人现在拢全部落入去敌人的手里咯。对此我完全无法度加以阻止，然后又阁有数只舢板甲其他船只航往遐，对迄只篷船就袂少物件，其中几只船只有数只船只吼，伫要暗仔就满载货物转去市镇后面啊，敌人伫迄只篷船看线的所在插一面旗帜，并且派2个人守候伫遐。风对西风吹来，海上昏暗，巩固航行通用线。这只篷船载运的货物有下30斤菠萝酒的樟脑，51担大鱼肉，4担卡药胶哦，毋知啥物件，5担黄弹卡药拉果，卡药胶哦会对主卡地背有看啊。讲根据 VOC Glossarium， 卡亚高路条是阿罗号，就是芦荟木了吼。芦荟英文就讲做阿罗。但是根据印尼汉语词典，一个加哈鲁这条，马来面的加有加哈鲁是马来甲定乡。我查一下芦荟。你到时候学这个用这个汉语书哈，叫做落花，江音落花，转音落花哈，落花油哈，芦荟有落花落花落花。好。落花落花落花，aloe， aloe 是英文的讲法哈。好，咱继续来念这个足久无看到这个小婆啊吼。23担辣，5担白胡椒，5担棉花，5担马里拉的薰草，5匹半红色中部18领水牛皮，400领 Java 的草笑，120担精美的面布，20担芳制品，2500捆的丁，半拉斯的肉豆蔻粉，半拉斯的 Jenny Tree， 这是啥物件？毋知是啥物件吼？伊这嘛是安尼写。15担旧铁甲10吨打的虾干，这只篷船也备有两门小重炮，这两门炮现在也被敌人摕去咯。这寡先仔人抢救起来，并且炸来储备的物件，只敢有一个装着菠萝酒樟脑的这个杆仔。数匹单桥抹布，以及每个人所砸一寡钱吼，无其他物件，即寡物件甲钱有一部分，互阮的水手摕走，但是伫阮的命令之下，现在都又搁搞出来，封存起来。7月29拜五。
小，后藤吼，这个济公后堡，7月29拜5，第二今仔日无用伫对迄只跨线巴达比亚来的篷船如何并且来再造。为了这个目的，因有真侪船只伫咧附近的内海来回咧漂航。有一部分的篷船对普米社的头前航王罗伊能去停伫遐，因对这种抢劫的工作真有经验，因此国姓爷被称作海贼，并毋是白叫的吼，因为因表现出因是一名无可比拟的高手。无论其中危险性有偌大，愿上帝互阮有机会把即寡好物对因手中摕转来，而且是以真好的管理来摕转来。第一段，自发用这段技术是当时荷兰人相当典型的敌我立场心态表现。读者引用的时阵应该自行判断。真这只马国姓还是海贼，结果这个毋知是编者还是翻译者过来退伊。讲无我代志就对了，你家己煮。这个城堡的刑事法庭今日开庭，天气甲风势现在拢平静落来，但是海涌也是真大，有时还佫风雨交错。伫迄个市镇甲油条迄边，常常拢只敢若看到真少的人。有一个阮的士兵伫咧乌河沟的时阵呢，被一粒无可能的枪子来拍落过伊的手刀吼。暗时迄个8点半，阮听见着因伫迄个市镇呢，大约是伫迄座桥或者是迄个赤坎的渡头，遐停两只篷船吼，附近一边发出真大的叫嚷的声，一边咧塞着真沉重物件的声，可能是要载来，或者是要载走的大炮。7月30。就是讲4月对来嘛吼，7月30表示讲已经来3个月了吼。海上昏暗，今日是拜六吼，海上昏暗，凉风对西南风继续吹来。这个港岛甲海上的水影也是真大，其他人真无用咧对迄只跨线的篷船偷摕并且载走迄寡物件，因为着这个目的，还佫伫附近建规啊一个布棚。下晡阮看见有一只伫个桅杆顶面上顶悬吼挂旗帜的荷兰船对西南方往这边航来，继续航行到半暝到这个暗暝吼。阮为着要互该船的人更较注意到处多有战争的危险状况，爱因提高警觉，就升起迄面大的灰红色的旗帜吼，并且为此来调一福摩萨议员开会。所以就伫咧暗时8点钟，希望通常的信号就是发炮3响，并且伫咧旗杆顶点起灯火，要命令该船驶离开遮，因为熟即个航海的人认为讲无情无法度去到该船遐。有人讲因听到两三声即个炮声，即寡炮声大概是对阮信号的回应。愿上帝带领因顺利去日本入港。7月31号礼拜日，天光的时阵呢，大凉的天气，海上影真大。阮看见上水迄只荷兰船停伫咧厝地的西方。伫咧迄面旗帜下面，伫咧大桅杆的顶围阁挂起一面帆旗，即互阮确定讲船顶一定有显要的人物。即个船先去船旁，直往厝地航来，拖伫咧伊后面的该船的小船也已经徛起桅杆。之前我有看迄个伊基不科吼，看讲迄当阵因可能巴达比亚派即个救兵来是当时，就是说我记得就是即当中搞的吼，7个队搞的。咁咱继续看吼，看即只船到底是安怎。
拖到伊后面的改船的小船也已经来甲桅杆徛起来，因此长官阁下就是随派人去叫船务官甲领航员来阿姆斯特丹领报。万威廉阁下和哈特尔先生也已经伫遐，伫迄寡真熟航海的人的判断甲建议之下决议，爱派领航员带6个健壮、6个真粗勇的水手吼，坐一只舢板，遵照一份书面的备忘录，落去这个港岛吼。阮要用这份备忘录命令该领航员要对南港岛出港。伫要去看到迄只帆船、迄只荷兰船遐，却无法度去到伊遐的时阵呢，就爱对即只舢板用伊的旗帜做信号，互迄只船看到讲因无法度去到因迄边。3队呢，若讲去到迄边呢，去到船遐呢，就爱先看下讲即只船是毋是适合来入港。若是适合，则伫个适当的天气甲风势，以及无被敌人攻击的危险之下，会当来入港。但是若是无当来入港，该荷兰船就爱航行海上4-5天，而即个领港员就爱真顺利来坐伊的舢板，或者是该荷兰船的小船转来遮，甲该船要载来，互阮的私信物件当作载来。同时呢，要命令该船去到距离这个海岸40-50里的所在，去听候对巴达维亚派来其他的荷兰船只，或者是其他拄到其他状况的时阵，就要航往日本去，并且对佛罗萨东岸转去巴达维亚等等。这个领航员出港的时阵，伫迄个岸边激起来大涌，以及这个海涌当中呢，冒了真大的危险。比冲甲摔甲强要平准吼，不过也是出港咯，要伫个上午10点钟去到该船遐上船吼，去到遐落船嘛，应该是落船吼。即只船流这边行来一段路了后，就搁停落来。阮也派迄只下门好以后的小船去即个港岛，去留到咧遐停候迄只舢板。或者是伫该荷兰船要来入港的时阵呢，即只小船就来用来引航该船入港。这时，希腊人赶紧甲因的12甲14只篷船驶出罗尼蒙水道，但是无法度出港，因为因对停泊的所在一启程，就因为这个波多的汹涌吼，强涌冲刷，拢又搁退转来，因重复试几摆。拢又搁转去港来，即个人直接出港，西北方向航往海上去，可能是要去庇护，或者是希腊通知讲有荷兰船来。中途过了偌久，迄只舢板行离开迄只荷兰船，但是因为甲即个外流的即个强大的即个海流，互迄只舢板船一直到暗时啊，拢停留伫即个港岛的头前。伫港岛内，距离迄只舢板无偌远的迄只小船，伫汹涌的波涛中，一直钓去到迄个舢板遐吼。约了伫暗时7点半，因当作转来即个城堡头前，即个领航员交互阮巴拉维亚国下所寄来的批，也交互阮一张新任的处队长官尊贵的Hermanus Clank van Alderson 先生的来批。伊国下留伫迄只船顶，听候搁较适当的船只去接伊来吼。咱伫迄人有看着讲。即个要来接客的即个，要来接台湾长官的即个人吼，其实吼，找机会毋来接伊就驶去日本了吼，要驶客的即个代志都严重吼。所以留踮咧迄只船顶，要等候搁较适当的船只去接伊过来。伊阁下要搁伫即个领港员，搁爱即个领港员口头甲阮讲吼，就是口头啦吼。用嘴甲阮讲啦吼，因为你即个会当阁供应14天的需要，
虽然如此，因为真欠的食用吼。中年所提起的书信的内容如下，就是 Crank 这个新年长官阁下坐快艇。荷兰兰德号以及小皮底船雷伦号伫6月23号对巴达比亚出航前来储备，途中去过条满。只有所坐的这只快艇也去过小琉球，拉美。伫遐对希腊人得到新鲜的食物的补给，也对因听到俄方的状况，以及国姓也用武力前来处理，夺出了普罗宾夏城堡甲赤坎地区。伫咧这个市镇的逼近，俄方人员的死亡以及其他的状况的消息，因此呢，伊阁下写一张批，要寄予这个国姓来批吼。这张批的抄本阮收到了，毋过无寄出去。伊阁下写予国姓的这张抄本以及写予阮的批，拢会使伫阮的收信簿里看到。因伫途中捌夺出一只荷兰人的船，对该船所生擒的几个人吼，还阁伫咧这只船顶福格兰德号顶头。如果因有需要，必须要前往日本，为了要遵守日本的禁令，就会设法甲迄寡生擒活掠的人藏伫咧新仔沿岸的一个岛屿顶。迄只小皮底船雷伦号呢是伫遐伫倒位下面飘散的，这个名我还无听讲过。不过，迄寡追溯讲，因和福格兰德号的荷习总管交谈的时阵，听伊讲过，因伫咧条满附近有看到一只荷兰船往西边航行过去，但是这只船就是马尔亚号。求上帝带领伊伫7月中及时到巴达比亚，互阮今年就会当得到阮所这个期盼的援军的救援。巴达比亚寄来的国家因的迄张批，因然就伫咧议会中来约托。上水迄只荷兰船，福格兰德号，伫咧中岛起定，用小篷航往海上，要去西边到牢，一直等到处队消息甲信号。今仔日啊，周安歇日，暗时啊，阮看见着人伫因的城堡拿附近，就是伫咧处队正头前的市镇的大炮边，提灯伫遐做啥物代志，却保持安静，无听到啥物声音。8月初一拜，早起阮看见迄只荷兰船，还阁伫咧西北方的海上。天气乌阴变晴，有4、5只小篷船航往海上。派领航员去这个港岛，然后是有可能去探测水深。伊报告讲，发现这个海水退来的时阵，水深高潮，但是因为用大无法度全部探测完毕，所以随调集议员开会并且决议个，因为伫咧决议了会当看到困难的状况，阮要释放迄个Van Olsen阁下阮所提议的信号，互迄只荷兰船航往日本去。但是当阮要释放迄个信号的时阵呢，迄只荷兰船已经完全驶出阮的视界，因此这个信号只好延到佮再看到迄只船的时阵再来放。祈求万能的上帝，即寡船只的引领者，互阮听候到要经由暹罗前来的船。卢斯杜人号以及瑞伦号，能会当更较平安来处队入港。航往海上的迄寡小篷船，伫咧海上来往到牢，一切悠然平静。夜间有几个炮手讲，因听见发炮声，求上帝保护我方的人得以免受敌人的攻击。看起来，迄个市政厅的东墙就是后面的墙壁。
有一部分被拆除，或者是被拆破去，真有可能地人伫遐有啥物计划。今仔日后比以前搁较侪人被带来即个市镇呢，并且留踮遐。中昼地人摕一面白旗来公布厝附近插一张批，长官阁下命令人去甲迄张批摕来。拍开了后，看到这是地方官 Jacobus Valentin 写互伊阁下长官贵函。佛罗萨二月各位阁下的批，数期7月26号，但是伫咧30号才对车砍送来，现在才摕来插伫遮。这是一张悲伤的批，互人心碎，就如下面这个草本所写安尼。要来读歹消息啦吼！今伫尊贵的长官阁下，以及伫台湾的佛罗摩萨议会，尊贵的各位阁下，昨昏官员罗亚应该是官方社讲应该就是杨爷，就是杨调动。官方社讲就是派来含阮缔结合约的迄个人，伊用本环的名义来甲阮讲吼，我和导航迄时和阮伫个即个小社堡里结婚的荷兰人，小社堡就是普米社社堡吼，人必须准备伫个做军吼，无官方社讲无说明确实的日期，但是我咧要，会是伫个8号或者是前后，爱阮离开厝地前往西南沿海，要去一个叫做远东的康北吼，也叫做厦门的所在吼，就是做爷吼电台的驻地，要伫个北方季节，就是10月。像厝地会当，互较大的篷船入港的时阵，用较大的篷船甲阮对遐送去暹罗，伫遐等待机会坐公司的船前往巴达利亚。也就是讲，阮爱请求或者是表达对即个决定的反对是无可能咯。伊还讲，本环阁下还阁会写一张互总督的批交互阮查去。批呢会提起讲，请总督阁下派船来厝地接运其他也外地的荷兰人，因为伫即个战争当中，厝地无够遐的大篷船会当载一寡人。即个官员伫因当中是一个真显要的人，伫交谈当中问我，是毋是爱写批向你阁下来实行，或者是希望去向你阁下当面来实行。我应伊讲，去向你阁下当面实行，即间会互我极度艰苦。我宁可来写批，安尼较好。虽然我也真想要去见你阁下，就像你阁下也会想着安尼。杨爷还阁问我讲，阮彼此是毋是还阁会当和平相处？敢有即个可能性？我的看法如何？我的愿望为何？我的答复是安尼。我认为和平比战争较好，因为和平对双方拢有好处也有需要。伊甲我讲，如果我甲即个交谈的话写互你阁下，你阁下也对此有意愿吼，愿意来和谈啦吼。安尼，伊愿意早着本环阁下的批去和恁阁下来商谈，并且要早我同齐去。如果我愿意去，我讲。伫即种情况之下，我袂当拒绝。伊讲，我着照我认为上好的情形来写，讲完就转去。伊讲，如果阮会当对约，安尼确实对阮大家拢是上好。安尼，阮如果会当同齐转来住伫一个所在。根据我所当听到，迄个所在是指过人或者是庇护啦吼。但是我前已经甲因讲过，对你阁下写互本环阁下的批所了解，你阁下是毋肯进行即种代志。不过，迄是单方面的想法，而且顺便提起尔。因为现在我
摄取符克，就是得到这个符克，所以我写这张批来过时。我感谢尊贵的立场国阁下一切良好对待。我祈求万能的上帝报答所有的朋友，特别是长官阁下的温情，因为我对此已经无能为力。我会当讲，我空空来，也将会空空去。我一生上大作为就是辛苦劳动，对我12号就如此辛苦劳动。又搁有谁啥物人知影哈？大家关心的又搁一字水知啦吼，家己的结局将会如何？我要感谢牧师 Cliff， 特别是因为伊伫信仰上，互我互我的根，互我的即个良根啦吼。因为伊的带领，互我渐渐被启发明白道理，互我明白道理，互我搁较会当看到家己的各种缺陷败坏，来加以避免预防。这是我的痛苦，虽然我的心思正直，我祈求赦免，也祈求指示一切。愿万能的上帝以及耶稣基督里的怜悯，保护恁国下和阮大家，就像保护伊目睭里的即个目睭鳞小翔。我安尼讲，和我做伙的人也是安尼讲，即个人我就无一一来讲出因的名咯。阮期待听候耶稣基督阮的救主来，互阮永远解脱所有的罪恶甲痛苦。我安尼希望，我也相信上帝一定袂互阮失望。因此，阮祈祷求上帝，教导阮孝顺阮的儿女，互阮得到一粒聪明，互阮得到一粒聪明的心。如果你阁下看到即个纸顶的即个污渍是安怎讲？拍垃圾的所在吼，我必须要承认，迄是伫咧写即张批的时阵，我目睭所流落来目屎，这是我所会当写的全部。我的心思空气，我的手骨无力，阮就此结束。尊贵的你阁下和所有的朋友，下面写着再见。你尊贵阁下忠诚不渝的仆人，签名 Jacobus Valentin。伫咧边仔写着伫赤坎，现在称作圣天府，1661年7月26号，拜二互相代祷。好，即张批是真有感情的批啦，毋是啥物，我想讲啥物歹消息吼，就是要离开尔吼。第二条，另外下底的所在写讲，此地有真侪华人妇女，本县国下的妇女也对岸来咯。听讲伊要伫此地遗弃伊的宝座古瓦所在，也有真侪人伫这附近来起山，伫真侪土地上咧种植。阮对这个情形看出讲，这个异教徒对伊砍因的雕玉态度是如何？这张批甚至促使阮爱搁较提起勇气奋战到底等等。经过阁下指示，对这张批，阮也尽可能以上好、上娱乐的方式甲伊答复。暗时啊，着人搬运一寡木器到市政厅后面的迄条街仔路顶，也伫咧因的保纳的几位咧无用，看起来是咧修复迄寡保纳，因为落雨已经互迄寡保纳有放弃吼。迄只快艇福格兰号无搁再看到，虽然为此派人去调望。8月初2，拜二，阮甲迄只领工船杀到岸顶来详细检查，发现几个漏坑，就派木工甲伊修复。上次迄个快艇福格兰号也永远无看到，凉风对南方吹来，有8只到10只船航往海上往南方航去。伫咧下晡又搁对遐回航，安尼来回来航行。今仔日看到一个新仔妇人手里抱一个囡仔，行入迄个市镇呢，着因也伫遐规工无用咧搬运各种木器，像椅啊、
伊啊伊头啊刀啊箍即个家畜诶烂鼻圈家处的蓝棚厝我袂读毋知对无？我查者家处的处我读毋对去无我读迄个音，有像比如讲饲像，像这应该是像可能是白话音嘛饲像有饲像无饲像，我等下再用台语读书点查者原因可能是跳是啥讲腊蚵的草煲汤饲精丝，什么意思啊？草煲就草煲，是腊蚵的草煲。跳接珠就是跳所以储蓄的蓄嘛跳畜生的畜甲储蓄的蓄啦就是接珠满祖的男主八卦的名叫做跳，八卦的名叫做跳，八卦的名。好，另外两个音，一个叫做旭，一个叫做贴贴丝就是藐视人的话，叫做贴丝。我自细汉是听毋对，还是安怎？我人拢听读是另外一个音。我就先来讲你阵写贴丝，我就先念贴丝好，另外一个是音字叫做旭，旭就是饲有饲用问户饲顺叹，老的叨老，拢叫做旭。跳青。我怎么查一下台语读书点？台语读书有枪枪拄则讲枪，我唔捌饲枪有饲枪无饲枪，我第一道听这个音枪，枪就是家畜叫做枪。贴丝，你即个贴丝骂人的话贴丝，我真正是自细汉听迄音字已经走逝去啊咧贴丝敢是跳跳就是跳，应该是利息，或者是家禽。这是你写对啊？毋对？玉跳丝。跳仙啊枪是家畜，跳是家禽，共一字共一个汉字。跳仙跳仙就是家禽我看到我唔册扫描。并无这个家禽这种写法啦，有啥物人讲家禽呢？跳仙伊的规则就写文言书，
一颗笑，汉字若是特性的，共汉字音无共尔，一颗笑。我查一下你词典吼，叫做一颗笑。一颗为什么？一颗笑。一颗虾，barn shit， 唔是哦。曲线。一颗笑，一颗笑啦吼，一颗笑才对啦吼。Beast animal， 好啦，无重要啦，当跳过啦吼。过个时间，剩5分钟。讲今仔日看到一个新仔妇人手里抱一个囡仔行伫迄个市镇呢，就恁伫遐咧无搬各种茶器吼，椅啊啦、椅头啊、桌啊啦吼，箍加竹加枪，我讲枪吼，或者是玉竹吼，玉竹啦，歹势我读音调弹着拢是低音吼，枪。苦加树的烂边吼，箱仔的茶帮、面线等等的物件，大部分是对南边搬往北边，然后伊搁对北边搬往南边，安尼来回咧搬，然后用发出真大的吵闹闹的声。对这个情形，阮敢若会当认定讲，遐对物件的所有权发生总体的解读，大家拢自由占有。而且看起来，迄寡自由占有的人，还阁咧继续找物件咧走，而迄寡新来的人也伫咧随意咧经换。有几只三板载人来迄个市镇，三队后几只满载人，其中有2只满载迄伫咧暗下项王轮椅门，然后项王车扛的。有人讲，地恁大部分的大炮，以前应该是已经对因的炮台拆落来再造，因为因完全看袂到因有大炮的这个野象。对此，阮也不以为然吼。伫咧北线尾迄只跨线的旁船附近，现在阮也看袂到任何人，因此迄寡物件因应该是拢搬走咯。要安怎要互即个只可悲斯马因是阁下的回报写好，绑伫一支细支棍仔顶头插伫，摕去插伫。我搁即支条仔迄条砖仔路顶，搁一阵是，搁一阵仔就有一个新仔人对税务所的后面来摕走即张批内容如下。
摩萨岛的地方官 Jacobus Valentine 阁下，以及含伊阁下同齐被官员国姓也命令必须准备伫最近离开普罗宾西亚前往西奈的谈判。看起来，现在是恁阁下伫即个佛罗摩萨岛，甲阮写批最后一摆咯。阮以为你阁下就算毋是该党全部的人，也已经该党上主要一寡人被拖离开普罗宾西亚前往西奈一段时间咯。甲恁阁下早带去遐，毋是为着要善意，方便来用大篷船甲恁大家对遐送去上路，而是要互恁去面对完全无共的结局。就像你阁下7月26号来批，伫共个月30号才对普罗宾西亚送来到台湾，要互阮，而阮昨昏才收到的安尼，即张批互阮对恁目前的状况比以前更较伤心难过基本上难过啦吼。尤其是想到讲恁将要面对的前景，就更较伤心不已。想到国姓爷含你阁下提出伊所拟定的合约的时阵，伊是偌尔啊强调伊的诚信甲公正，却竟然甲遐尔啊公开背信。阮也捌希望含伊商谈计划的代志，就像阮也写批甲伊讲过安尼。如果伊肯无谈即寡城堡甲属下的土地投降互伊的即个代志，而来商谈其他一寡会当满足伊要求的代志，一寡如果公司拥有的代志，安尼就会当含伊恢复愉快而且公正的友谊。对此，伊殿下作为要求者，必须要先表示意愿。若是当安尼，照阮的看法，对伊甲伊的子孙拢是上好。但是若是有缘要求即寡城堡要交互伊，就伫咧接到阮高山政府的通知，或者符合以前，阮无想要含伊交谈。要对抗国姓爷努力所需要勇气甲其他配备，因为上帝怜悯，阮拢也无缺乏，而且阮相信，阮深信，即个万能又公正的宇宙主宰，必将真紧的为阮安排强大的援军来甲阮对即个占卜又阁无公义的侵蚀来拯救出来。伊必将重建伊的教会，含以前伫即个岛上的荷兰联邦的政府，就是安尼。现在伫咧目前，我哋的人含即个城堡里的人，拢不得不面对伊所杀压过来一波又搁一波的压力，因为一旦伊触动神到一个地步，上帝必将伊丰富无比的慈悲怜悯阮，保护阮，而且我相信，伊要拍败阮，也着经历相当长的时间，因为此外阮也会当对伊期待啥物，只要看伊是安尼，伊是对遐尔热切含你国家缔结的条约，表现得遐尔啊背信不义。如果国姓爷对尊贵公司要求，依然是顽强来一定要处理公司伫佛罗摩萨占有权，安尼阮也要含你国家想法相像上好歹，因为岛站的纪念事情来度尽伤心不已。不然，我也真想要请你国家来处地翻注一下，但是此事因为时间短促，不容易办到。对新仔人的讲法看起来，你国下必将离开前往新仔，因此我就在此你国下以及你的谈判告示。在此我也要真诚甲你讲，我含所有看过以及听过你国下来配人，拢对内心深处满怀着主内的三疼。万能的上帝祈祷，求上帝怜悯，互直到现在遭受比阮处地的人搁较大的困苦的，恁国下大家会当完全解除重担。特别祈求圣神，互
阮伫个互人真诚的信望，互人真诚的信望爱，以及忍耐内底愈来愈坚强起来。安尼，互阮甚至面对死亡之际，互阮面对死亡的时，也袂得到失败。遐尼啊无比亲疼着阮的上帝，伊甚至甲独生的即个囝儿耶稣基督交出来为阮死，互阮得以存活，哪会袂甲一切代志来赏赐互阮呢？伊会互阮因为经历即寡真紧着家己的轻微的压力，来得享极好的永远的尊贵荣华。望上帝保庇，身体拢要相当健康的阮和阮的议员、阮的负责人以及牧师 Cliff 和其他真侪人，拢来问候恁阁下，我只要我哋将的持续不变，会对下属，就是会对署名啦吼。你阁下忠实的朋友签名 Frederick 归日，并且写着人夜社报161年8月初2。小仔下面写着讲，关于着国姓啊阁下以及伊的妇女的代志吼，以及福尔摩沙有真侪新来的人甲农业控暴的代志，阮毋知影要如何来相信，因为阮真恶相信其他人所讲的话。好，今日念超过5分钟啊吼。好，今日读到8月初2啦吼，明仔载拜四，好，明仔载再过来继续。感谢，我来甲